来讲，台中乌里有联动的透天厝，早暗时烧起来，也因为厝真旧，厝顶搁加起铁厝相接做伙，地施工火势咧团是真紧，有11户受到牵连。也消防人员伫咧导火迄间，发现一个妇人人去互物件缀条咧，人是救无转来。也是安怎导火，要过来调查。透天厝一楼庆祝大火，火势真美，消防人员布置线来拍火。住户伫暗暝被惊醒，赶紧逃出门。有人将家属桶搬出来，都惊灾情佮拖开。不过另外一头的火势已经拖开了。从巷子里面的一家先烧起来，然后后来虽然说火扑灭了，可是后来发现那个沿着屋顶就往另外那一侧。台中河一区光明路299巷内底联动透天厝，15暗时10点外发生大火，消防队全力抢救，差不多2点钟了后，火势拍发。了后所在现场，伫艺术导火透天厝1楼楼梯间发现一个50岁姓杨的15人被当面缀条咧，救出来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。现场是联动的民宅建筑物，那我们在8号有找到一位伤者，发现说他已经乌卡了。火调人员找到早起，等于现场采证。立场表示，这社区厝已经超过50年，除了老旧，二楼大部分是铁片加嵌，厝顶用要连做火，所以火势才无法度收煞。目前知影除了导火1户，另外51户被影响到，公所紧急启动安置。昨天晚上我们先安置了7户，有22个人到2间的旅馆。那是昨天晚上的，好，那今天我们再统计一下，他们是不是有不可以住的，或是1楼还可以住的？我们今天会做一个统计。都无厝好大啦，对啊，拢照了，你也要哪有厝好大？公所表示会尽力协调相关的单位，和受灾户相关协助，安置部分也看灾民的需求来安排。确实导火原因，要搁进一步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